而喺立委選舉，民進黨亦都大勝。喺立法院113席當中，民進黨奪得68席，取得立法院過半數嘅控制權。至於國民黨就只得35席，保唔住1/3議席。而備受矚目嘅新政黨時代力量就躋身為第3大黨。空降基隆選區參選嘅前台北市長國民黨嘅郝龍斌喺競選總部宣布落敗。郝龍斌同時辭去國民黨副主席職務，話國民黨一定要深切反省。我們當然要深切的反省檢討，我們是不是對民意的了解已經有了鴻溝啊？甚至我們對政策的反應是不夠快速。國民黨喺今次立委選舉陷入苦戰，台北市7個選區只係保住5席，包括已故前總統蔣經國嘅孫蔣萬安擊敗民進黨候選人勝出。但另一個傳統藍營票倉新北市就變成綠地，民進黨由上屆得2席大增到9席，國民黨就由10席跌到得返2席。喺太陽花學運之後冒起嘅新興政黨時代力量，黨主席黃國昌亦都成功喺新北市勝出，擊敗已經連任7次國民黨嘅李慶華。我們要贏得的，不是只有一場選戰，我們要把這一個國家贏回來，把台灣贏回來。同樣代表時代力量喺台中市出選嘅洪慈庸，亦都擊敗爭取第6次連任嘅國民黨現任立委楊瓊英。無線電視記者阮明珠報道。